場國際級賽2000米浪琴標香港杯準備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呢，灰馬加州萬里應聲彈出啊！響外邊有續領風騷嘅，中間呢就係呢個花月春風啦，綠色衫係金秋啦，第5位到呢仲有電光烈焰噶，內欄呢黑帽嗰隻呢就係加登行宮嚟噶啦，再後邊啦有呢個魔法幻影啦，咁啊呢個巴黎市郊響中間噶。暫時殿後幾匹馬啦，咁啊見到有呢隻早發啦，出閘慢咗個波普甜酒啦，暫時包尾呢就係嗰隻軍事出擊嚟噶。好啦，開始咧向住呢個對面直路初進發啦，1004米段處噶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啦，你先啦，花月春風帶啊，跟住第2位呢就續領風騷啊，跟你嚟跑啦，再後邊嘅第3位呢，咁啊中檔位置有呢隻呢就係金秋啊，內欄第4啦就係呢個加州萬里啊，再跟住第5位呢仲有電光烈焰啦，咁啊後邊第6位呢黑帽內欄呢就係呢個加登行宮啊，再數外邊魔法幻影啊，咁啊中檔位置啊巴黎市郊啊，後邊嗰幾隻波普甜酒早發啊，響外邊位置呢就係呢個軍事出擊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尾咁滯啦，前面花月春風呢帶慢咗啊，咁啊外邊呢梗有人頂唔住噶啦，電光烈焰啊走咗上嚟先，跟住個第3位呢仲係呢隻金秋啊，內欄第4呢仲見到有呢隻續領風騷啊，再喺外邊魔法幻影呢都上緊多少啦，咁啊中間夾住呢就係巴黎市郊啦，灰馬呢隻加州萬里內欄噶，再後邊嘅馬匹呢先見到有呢個早發啦、加登行宮啦，殿後嘅馬匹軍事出擊同埋波普甜酒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咯喎，前面花月春風仲係佔先啲，見到電光烈焰拍上嚟搞搞震噶，第3位嘅馬有續領風騷，第4位啦加州萬里灰馬，向中檔位置有金秋啊，埋邊加登行宮，向外邊上緊嚟有魔法幻影軍事出擊嗰啲馬，兜到嚟最後2班啦，前面花月春風走甩咗，中間灰馬呢就係加州萬里，砰砰聲上緊嚟啊，再後邊嘅馬呢仲有呢隻早發啦，埋邊位置加登行宮，最後1班啦，加州萬里脫穎而出，彈嚟咗3個身位，贏緊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係呢隻早發啦，第3名呢有波普甜酒同埋花月春風要影相啊！結果呢隻加州萬里不負眾望啦，排咗個相當有利嘅檔位，咁啊沿途處理手法亦都一絕咁靚啊！蔡明少，結果喺呢場國際級賽2000米浪琴標香港杯，佢係再贏啊！第2名嘅馬係呢隻早發，第3名波普甜酒，第4名花月春風啊！